这个是我的最后的高丽菜。本来我们做的是28个，这个是最后的，所以我要好好的庆祝啊！所以我决定了这个会当成我的早餐，所以我会吃这个高丽菜，配这些鸡蛋，不要全部，要一些。这个是我们的菜园的邻居送给我们的鸡蛋，这么多的鸡蛋送给你，那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这个是晋辉的朋友，对，是我的小学的同学，他跟我6年一起的所以长大的，给我们蛮多的。对，每天都有鸡蛋，这些鸡蛋都长得不一样哦，有那个比较大的比较标准的哦，叫鞋，然后那些小的哦，这很特别的一个，很可爱，是有点迷你鸡，那只鸡是很小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是小的，比那些大的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它们的味道比较浓，我觉得比较香啊，比较香。对，我蛮喜欢。可是这个小的鸡蛋，大的一颗鸡蛋是一颗，小的鸡蛋大概用3颗才够。不是真的，因为这个的味道非常丰富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一样，这就比较小，可是 concentrate。OK， 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赶快。漂亮啊！最后 provola， 再下一片而已啊。一片，然后要2片吗？ 2片嘛，比较好吃呢。啊，你太多了吧？不会啊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味道臭臭的，可是我喜欢。ecco啦，好嘞，这个颜色啊，这个鸡蛋的颜色蛮特别的。很黄。然后放洋葱，然后还有5个那个。而且这个鸡蛋真的很香，对不对？味道很好。然后还有5根的 fagioli，OK， 盖起来吧。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吃饭。这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高丽菜，高丽菜沙拉。可是里面有很多的其他的我的菜园的东西，比方说我的洋葱在里面，然后有这个薄荷，这个也是我的。你的花园里面的薄荷。这个花园在这里。再来我加了那个苹果不是我的。什么？这里面我也放了那个柠檬皮跟柠檬汁。我们有柠檬啊，我们认养了一棵柠檬树，现在开始在长了啊。就是太小了，还不能用。再来这个主菜是这个是我们的洋葱炒蛋。在上面我放了那个 cheese， 那个 provolone， 味道有点重。对，我蛮喜欢的。有点像臭袜子，有点像臭袜子的味道。臭袜子的味道，不要这样说。你那么喜欢臭袜子吗？它味道像臭袜子，可是是一个好吃的东西。这里有我们的邻居，我的朋友的鸡蛋哦，你看颜色漂亮，然后。真的香味，蛮特别的。然后也有这个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？我们只有5个，所以要切小丁，所以要看起来切成末，切起来比较多。这个是我们的长豆呢？臭豆是臭豆。我们现在刚刚收的臭豆。臭豆。然后里面还有洋葱，也是你自己的洋葱。这也一样的，我们的自己的洋葱。可是这个洋葱炒蛋，这个洋葱啊，其实炒了很久，不是一般的随便炒。
No， 这个洋葱的做法是很辛苦，因为要炒很久，大概15分钟，因为你要它变非常香的这个焦糖的感觉，焦糖的感觉，所以要炒15分钟，炒一炒，然后火要很小，慢慢的炒，对，而且小火炒很久，然后好的时候可以加那个鸡蛋，它那个味道会很不一样，味道对，甜甜的，然后还有香。我们吃得很好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再来，我们有鸡肉，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朋友的鸡肉，我们不敢吃呢。现在还没有勇气吃它。然后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我们自己喂它，对，然后把它吃掉。它的肉，我们觉得有一点。现在还没有办法，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。我那个力，明天我可以吃，因为那些鸡已经够大。对。但是这个是 Costco 买的。OK，Costco 的不用介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最后还有这小还有一个，这水果里面，然后这个，在这里我们有草莓，这个是我们的菜园的草莓，我们自己的草莓，很辛苦照顾它，因为虫太多了，所以真的是。不容易的，只有两个，然后就觉得那么少，对，就这样，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。这个是朋友，对，是邻居的，对，邻居的，这是桑葚，现在是桑葚的时间到了，是我们的邻居，对，这个菜园的邻居，这个菜园的好处是，有很多的邻居我们可以分享东西，喏，交换。对，这个是不错，OK。然后大家都说这些草莓啊，这是农药最多呢。可是我们的菜园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农药，这个是自己种菜的好处。可以开始吃吗？可以，Buon appetito。Grazie。